转山打开路雾，时常看见韩国白公孙，该牛眼树，一路行一路念，一路行一路念，漫山八八点，梦以内该有痛。阿婆，老路盘上是穷下来，伊讲你下带你苗平boy，该三站无，路风风啊，还是转来种番薯。阿婆，还有善良的笑容，大摆看伊要像伊一家的阿婆，我想相爱的阿婆。月亮星年，日山木就高，30-40年，日山木就木。哦阿婆啊，我走出我阿婆。阿婆，还有善良的笑容，大摆看伊要像伊一家的阿婆，我想相爱的阿婆。阿婆，讲还有两个孙爱照顾，心球来站伫台北，去讲上台北了，爱讲伊喊强，做啊台里喊在一家铺。月亮星年，日山木就高，30-40年，日山木就木。走出我阿婆。阿婆，爱转山当个路雾，时常看见韩国白公孙，该牛眼树，一路行一路念。一路行一路念，漫山八八点，梦以内该有痛。
手演唱会。苗栗县112年客家歌手演唱会山上响应娘好客节目开始。来，我们欢迎主持人李建英。让我们热情掌声欢迎林展毅老师。来啦！新郎新娘，敢唔敢讲？唔敢講啊！敢啊唔敢讲？DJ 因咧，呢度安比亞嘅呢節目咧主持，佢講嗬，我特別去獻一身好漢聲人嘅嗰種嘅禮服嘛。有冇答數呢？哈，希望大家哈。希望呢個鄉親嗬，因為也叫呢疫情方面了到嗬，大家共樣還有按熱心來到呢現場咧，來為呢個112年嘅客家歌手演唱會哈。在這次呢哈，呢特別做來感謝呢個來賓啦。嘿，唔好查，現場所有的貴賓，每一位呢對安尼來講啊，都非常嘅重要。安尼係唔係呢？先松樹加本愛，熱烈嘅掌聲，俯首分享一下，熱烈掌聲！感謝大家呢對安尼客家歌手、客家音樂嘅支持和鼓勵。來，DJ 因都後台咧，因此人嚟講，佢講。哎，老師，我頭歌名要講客家話嗬，上次我講我做唔過了啦，嚟講，我有客家國語哈。算起來，在苗栗縣地區，安尼客家界嚟講嗬，主持節目也好，講話也好，可以講客家話咧當流利嘅。哎呦，安子說有什麼？什麼？在此呢，我係想呢，怎樣嘅變呢？嚇，就係介紹嚇。對啦，你客家文化，讓班人記頭，讓班人要獻嘛，嚇，傳承嘅健啱嘅件事咩嚇？來介紹你嘅演奏。熱嘅掌聲分享苗栗縣演奏起有草請演奏，演奏好！感謝演奏呢帶領大家，讓安尼所有苗栗嘅鄉親朋友呢非常嘅幸福，係咪愛到台？有請演奏呢上台嚟喲！再有請你女奏。苗栗願景前程似錦，讓我們熱情掌聲歡迎議長鍾東錦。好，再來呢，你有請你嘅曲奏。苗栗嘅新郎，苗栗的女婿，我們文管局局長林彥甫林局長，熱烈嘅掌聲分享就走，分享。兩位名主持人，我想請教一下你們樂團哦，這個出場的時候為什麼會用結婚進行？我也很好奇啊，俺媽董上會底。你們沒有發覺到後面都吹不下去嗎？俺就唔敢接發啊。新娘很看得啦，還有身材，嘅露新郎哦，露新郎哦，根本都看唔得。哦，開玩笑嚇，因為俺林老師啊，可以講40年的老朋友誒，嗬，正然有按樣嘅機會，老大家共聚一堂，把客家話的這個歌曲啊，源遠流長傳下去，正然有當什麼嘢？因為這個俺聊誒嗬，結果現在唔是談到講有盼望嘅大型嘅客家演唱會點醒夢中人，哦，所以啊，都叫咩特別一擺係第3年啦，聽嘢啦，感謝演奏。哦，叫咩當然幕後有什麼安尼議長哦，大力的來支持，因為伊本身啊，伊都對客家嘅文化藝術啊，尤其嘛平板了都，你講喺我唱平板啊都難唔好，伊都清唱都還沒唱哦，個也有什麼安尼
文官局哈，自从林局长迄云林吼，云林搞到安尼只美丽了吼，要30人年的吼，也培养都对公馆农会上班，梁公婆可以说非常非常优秀。当然最重要的，我们也请了我们的这个苗北艺术总监林嘉莹林总监谢谢你领导我们的这个同仁苗北的同仁来为我们这些做非常非常优质的一个演出。今日也他讲嘢来讲几行，已经也把今年迄第3场的第一场、第一场都比赛今天是算是总决赛用的对吧？这个精华精英全部都在这里，有很多的老师啦，有很多的这个喜好音乐者大家都一起来共襄盛举，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包括我们的他讲对了地接印，以迄大汉之音呢个少东大汉之花而且他自认为他是大汉之花也真的不错了尤其爱当感谢有没有？伊结婚了伊结婚都请一张人做介绍人任何的从政治人物全部都没有像都很愿意来介绍这个也是可以说我的一份荣耀，因为他爸爸张强，他是以前是中国时报的特派，为人真的非常忠厚笃实、脚踏实地作为有人家讲说记者讲一个绰号叫做文化流氓，那他爸爸真的是完全看不出他一种那个他的气质等等还有对人的诚恳所以我觉得说值得尊敬的一个长辈。那他后来这个成立了这个大汉之音以后，用公婆就动因者那样，然后要把你客家的文化推广出去，真的，我们也给 DJ 掌声一下，谢谢安志 C。当然，谢谢我们这次也邀请入围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客语歌手，一位有了，谢一位还有雅痞还有嘻哈老舌还有罗雄梯的林展毅人家孙讲的国宝级的，咩金曲奖你还有这个徐子淇李秋霞谢其国老师吴佩云还有陈薇还有台城国中的热舞的歌手来担纲为大家来献唱。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我向我孙的都来学习学法，必培养出这对客家话的认同还把莫太唔会讲，都叫人家爸妈，人家公卖头摆路远走，唔会讲下，我来丈夫去了好，我就在这边祝福今天的这个晚会圆满成功。但他有去用真强，因为也个青叶都会有普渡了的比严格咩比太祖加咩比严格咩比太祖太祖老用过今年的太祖1100人记录有这个证言专门有去安用的这个专业的人士训练讲这头摆人去做服务员呢。那现在我们就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的议长跟各位前来问候一下好，热烈的掌声，欢迎议长。谢谢两位主持人尊敬的邱长院长，文化局林彦副局长各位贵宾和各位表演的各位歌手大家晚安，大家好。议长好。其实家嘅 DJ 人讲，要用客话从头讲到尾真经有多少的困难你演讲用客家话讲一束树呢我哋大家报告，其实你客家文化一定强去到台湾。
台湾卖正强都苗栗烟，苗栗烟按桥卖两头的，起要从严重两头的，到你都撞上过了嘛？检查严重，因为去年吼，每年500万个多，严重会超外去吼，客家文化局今年结局颁奖吼，做苗栗烟大提名。不过客家人唔免苗栗烟最多，客家人喺桃园市最多，因为桃园市人口，其实客家人嘅人口比规站苗栗嘅人口较多。嗰座客家人集中嘅地方喺到南桃园吼。嗱，總嘛講了，全世界客家文化苗栗煙最強吼，因為中國大陸啊，安尼就再去走量吼，再去賣煙，又係講去非洲，嘅去談嘅客家話吼，嘅客家話同北京話交到嘅，變安特別老古時代吼，老人家可比我講一定簡單，講大嘴鼓，佢講聊天吼，聊天就變北京話已經去變轉到變北京話轉客家話吼，唔係喺現代安特別。老古時代人講嘅客家話吼，你係當可惜的一件事情吼。嗰度講，因為這個文化大革命以後，佢非得當到人正經客家傳統嘅東西，包括佢哋嘅太多人唱嘅客家山歌吼，然後安尼都冇嘛講，全部都改變嘅吼。然後北京嘅京劇吼，北京嘅京劇又都是教導。嗰度講吼，你係正經嘅客家文化，你係林展義老師將來會變古董。第二邊當要加出嚟就文化保存的客家文化保存的傳承人吼，嗰種講你好好嘅保護，香港因為保險都賣假啲嚟啦吼。另外我真是會變就要加出嚟文化傳承的人呀，係一件當重要嘅事情。因為人家所有嘅東西，作為人哋老祖先留本人哋就會，係講對人哋就會輸得唔錯的跌踢，人哋就會有經驗。將來一樣嘅教本人哋聲音嚟講嘢。像人潮同演唱，對你客家文化推廣，做許多人國家嘅認聽，也做係認真實忙。故所講也希望睇一個吼，再去上奏上播，盡量本人聲音咧，本後生嘅，甚至本孫嘅片，能夠學會客家話，甚至會唱客家歌吼。哎呀，客家嘅東西都傳承下去，做會長長久久。人講咩吼？人賣祖宗田，不賣祖宗田，被林展義老師下來了哈。故所講，你要對那邊一定要讓客家文化，長長久久，哎呀，好嘛？好。韓國當然係咩順帶拜託大家啦，嗬，現代先機嗬。啊，當然沒想過，院長都多扮演你咪做嚟當好，唔過做唔得個技術，還有機會就支持啊，當然好嘛？好。對那邊就拜託大家，神蒙大家，祝福大家，今天晚上。談各位有一個愉快的夜晚，謝謝大家。什麼？安先生。局長，局長啊，哈，其實客家話嘛以後哈，唔過上一談過嘅咧，哈，好上一談過嘅咧，哦，安先生。好啦，啲我啲下嗬談呢個未來嘅演講嗬，特別講嘅嗬，你講苗栗演講有擔當嘅人出來。所以我要檢討。作為議員，有擔當嘅呢個議長，所以嘅檢討從話，係咪行得從？唔係啦，演講開得人是強強嘅啦。當然，將來人都開，因為佢遇到困難，咪咪搶高起演講，因為嘅經驗真係好嘅經驗。你看還得幾多錢，還同樣建設沒有減少。還去推廣文化，你都正經演講嘅擔當。嗰本演講大家都裝上好嘛？演那個裝上，檢查演講，讓美麗呢越來越幸福。我這次呢，我也係特別嚟感謝你自由從演講哈。我在5年前呢哈，在啲材料家嚟講，你客家人嘛，要學戲啊，要學名啦嚇。我講跟藝係客嘅，係哦，跟你喺度講嘅客家話了，在苗栗演所以講係啊，我依講係講客家話睇演啊。因為我唔是盼過買個演唱會咯，啊，後尾講起啊，演就講，哎呦，點食啊，係個有樣啊，嚇，特別佢按健嗌嘅演真嗬，嘅財政啊，能得咁樣博出聽5年，連續5年哦，實在挺難的。但是呢，做出名聲嘛，有，做出台灣全省特質演出提名，不管喺呢方面呢，推進客家也係歌唱方面。本大家其他演師嗬，哎，演白棒咧，哎呀，雕演高嘅咧。大家向下學習。係啊，哎，就係因為有一樣嘅信仰嚇，來推展嚟呢個文化先。啊，我講咧，呢議長咧嗬，採取了擔當咧嗬，喺度
寫一條歌嘅，啊要擔當嘅喲。嘿，就擔條溪嚟溪擔啦哈。好嚟溪擔，熱烈嘅掌歌。聲！好，謝謝大家。谢谢大家，谢谢现场，安徽聪，谢谢两位主持人啊。Thank you，说学逗唱哈，样样精通。我家頭口咧就講嘅，哎呦，你種唱咧溪담歌嘅嗰種嘅腔調嘅嗬，哎真正版嘅嗬，啊這有條嘅記嗬，哎刺痛鬼嘅呢。RMB 哈。係啦，佢都當獎啊嗬。我唱咧後生嘅咧畢業嗬，都你啊傳順啲啊，我哋就咩早定啊，你就會壯觀啲就會以樣板而來。傳承客家嘅文化。所以呢，我哋就特別要安排嚇，後生嘅畢業講嘅客家化作鄉土嘅一堂嘅事咧。堂嘅事，同時呢要做啲傳承，要做啲學習，要有舞台。喺冇舞台嚇，唔知樣安排都冇用啦。所以啊，趁啲啊嗬，我哋就壯觀啲行財氣，大家來介紹朱鵬軍後狀元。係劉靜婷。係，有咩講？客家人。周德武，乜係客家人？周德武說唱藝術咧講客話，讓把日本後生人傳承一代。張偉如話來。熱情掌聲再加尖叫聲，而為後生人鼓勵，好冇？熱烈嘅掌聲分享。來了，現場嘅鄉親朋友啊，阿叔阿爸、大哥大姐、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哎呦，你個上就對誒，當爽呢，細路天涯啊！見俾你咧唔係來賣藥嘅，也唔係來推銷東西，但是哎呦，我唔記得我來做乜嘅。看到我不得買潮啲，今日啦，我來舉辦一個客家歌手嘅演唱會啊！喲，當然我來看啊！等一下。你講，你係乜人呢？我係白得妹。
我想起来咧，哎，八弟妹啊，俺久无看到，今日去那里洗扫扫，去那里冲山歌。哦，俺条个主角 Green 啊，哦，唔知哦，又去哪不哟，放溜咧。唔过啊，还系强用个人多。哎呦，俩地方爱中一趟，哎呦，转有冇按听？三爷讲了，马满意吗？啥？哦，挨老太家讲一下哦，俩个主角群哦，实在是汉主角哦，太家讲错冇啊？哎，错。哎呀，哎，再来看看俩个八弟妹啊，哎，咸水都有存哦，哎，你咸水都有存啊，太家讲错冇啊？哎，嘿呐，哎呀，唉，挨老太家讲一下哦。用办主角啊，老八丁哦，两三人真劲，动都好，动答对哦，哎呦，一只答，一只对呀，啊，唔是嘿，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哎嘛个滴呀？哎，点嘛该，几少个你呢？嘿嘿，啊，用办啊？哦，喊系按到按用拉做教师棍，哦，大家用咪啲，咦，按风流，按三班呢？系啦，你看呐，就迄记啊，你看呐，啊，这支棍呢吼，都去四公度里头吼，四出张来八本高啊，你看那劲咯就劲的喎，你看这米头啊，慢来就低哎，冇路嘅吧？太家用乜意思？你掉太家讲错冇啊？哎，正常一下啦，嘿嘿，错啦，有冇？今半日哦，按到来到两位老大家见面，实在系当入缘分呢。哦，不过按到两沙，系唔系我来表一下客家话？虎怕虎，来就来呀！来呀！相同聲人哋講客話，講阿公阿婆嘅話，從細唔講客家話，阿公婆妹好住來嗎？從細起講客家話，嘿，條男會叮呱呱，叮呱呱。哎呦，睇架好嗬，我係咋對嘅客家話有懂深入研究嘅。哎呦，你又係嘅結果嘢啦！不不不，你看啊，佢最順兩地皮啊，講好講快就有猜疑，我有冇得生意？你用辦呢？哎呦，抱歉你哦！你聽人係冇？哎呦，來啊！哎，兩三號上抄嚟啦。按到再來表看看呐，嚇，好啊，我邊乜解？來表師傅法啦。哎，跟你就先來啊！來出題。來哦，日出風，三出龍。你看佢用啥？碰火。哎，兩聲音強拍日記上。哦，張鳳。三年冇死神。你看佢用啥？佢神送佢慢度啊！佢學咗古學咗嘛。四兩面。繼續面談，嘿嘿。哦，該五更落雨。哎呦，多忙啊！多忙啊！該兩日嘅散呢？哦，什麼哦？加唔對啦，哈哈哈。也是啊，也是。該半夜半嘅啊呢？哦，呱，兩個，佢用隻唔底線那個呱吧？唔知是哦。哦，該半夜半正天班。哎，哈哈哈，太早。哦，該九強18條。哎，佢睇下主題嘅客家嘅山歌。哦哎，既然講到山歌，你會唱冇啊？哦，我都會唱啊。哎，來一段。摘茶ơi摘，兩山奇難。哎呦，拍手，幾佢衰嗬，即係要動腔啦嗬，本件拍手，
首安慰哟，安慰安啊，慰你好哟。养弟啊！哎，你讲实在哦，既然你买嘅话哦，爱哦，生意嘅鸟痛啦，亲兵，好啊，清兵就来兵啊，哎给你来兵嘅，嘛给该三两，哎，你叫啥量？好慢，你不要给啥，你都要干嘛哈？你干嘛？来啊！哎呦，既然你干，啊，你干哦，爱就干，哦，爱干，好，爱干，哦，哎，嘛该啊，好，爱干啊！爱先来念咯。啊，啊，四大一上海啊，大都奶度买，唔知奶买海呀咩海买奶。啊，四大一上夹，啊大都杀风夹，唔知杀夹夹呀嘿夹夹杀。夹上夹只股，股面高了股，落住那烂股，买地不来补，唔知补股也不补，海眼心肝处处处啊处处处哟！爱用一张我嘿，标在嘅路上路，唔知爱嘅我用嘿路嘅路。拍这个壁，拍壁，蛤蟆个表板壁，壁上刮到倒刮壁，壁上刮到倒刮壁，嘿，别，哎这两啥？该啦动枪无结实吼，这两啥就动枪哦吼。哦，还容易讲啊！你讲吗？我讲到就像发现到嘅发强人，不啦不过。哎，当然啦，当然啦。既然你爱用讲哦，爱就来讲一下老师嘅话啦，因为啦，唔上就唔上，以上嘅就打烂昂。哎呦哎呦，哎，给现场嘅朋友，你 P 下，你 P 到嘅，嘿，你给出嘛？喊出嘅出 P 嘿，哦。你出嘛？哎，好像係愛標嘅。自家講出嘛。哎，硬要唔講愛自家做咧？哎呦，啊，算咧，好啦，我愛來考你條好冇？好，來啊。哎，來，講講咧，近排有一位動力可以按到客家嘅 rap star，哎，你條按到起碼嘅名冇 Apple。哦，Bobby， ？Apple Bobby，乜嘅同事啊？哎，唔係啦會，馬上哎啦，。按到鴉皮啦，哦，鴉皮哦。哎，鴉皮，你條啲起碼啥冇？係啲啊。森林之王。哎。係森林之王，我愛胖虎咧。啊，冇啦，唔係胖虎啦，唔係森林之王，係超級星光大道啦。大嘻哈時代啦。哦，拍攝哦，拍攝都沒在看電視。哦，拍攝。我看電視看廣告的啦。哦。哦，算嚟啦，來靠你哋咧。既然意思哦，最好定下唔好出差錯嚟哦。係啊，你要有痴心，等一下就唔好流開嚟咁講啊。係啦，人哋見半夜咯，愛相機哦，來學習。哦，愛香記 respect。哎，等一下準備好就來了。好，來啊！啊，年邁祖宗田，茫茫祖宗年。年邁祖宗行，茫茫祖宗上。OK，欣賞唱下面哦。Music。 Yo, yeah, come on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大家跳下來 ，put your hands up, yeah,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three, go。唱過來不甜，客家山口6年前，手上打開手心插煙，大半生嘅城市人。日日天天香煙，某人心中甜蜜，口口給你出嚟空間。土山丘過來推板，但是冇帶到錢，向上嘅夢想愛來實現。手尾口愛嘅幹嘛來出錢，愛就張來出頭天 ，Come on everybody，天上你來打量做嘅勇敢嘅客家人，發愛發揚同客家人創世界。天上你叫下人打量做嘅勇敢客家人，傳承文化愛同客家人發揚你創世界。哎呀，我睇下幾一片，你要唱
观众朋友留下你听下轮样哦。系，安尼讲顶呱呱，天上嘅朋友讲顶呱呱好嘛？好好，来了。讲客话，本一啲头脑顶呱呱啦，顶呱呱，顶呱呱。大家好，我係朱國軍，朱平軍。大家好，我係體育白蟲 rap 的 Grana。哦，大家好，我係啊老師官啊，這麼高浪嘅老師官，我係這隊部。1、2、3，暗自 say， 什麼大家張來了。喊定一下，喊定一下。後生一批嘅哈，嘿本叫做創意啊，按樣板原來踏入啲嘅舞台，本大家去了解客家嘅階層嘅認識啦。真嘅，讓大家呢今日一來呢心情就按好嗬，按神氣，按定一下嘅後生人。好啦，呢啲呢節目繼續嚟進行呢，我哋介紹嘅係哦，一位講細妹嗬，佢呢親會唱歌誒，同時呢，咪有拍戲，同埋有拍戲嗬。拍連續劇。係好老快，所以呢，佢嘅山語嗬當厲害，唔過呢冇唔記得客家話哦，同時唱到真好聽，唱嘅歌曲呢，咪係林產義老師寫嘅，錯冇嗬？呢嗰位嗬，佢講藝寫有長篇300首嚇，大家記唔記得聽嘅？然後以前4年前，然後聽5年呢，嗰位全部冇共意哦。冇幫佢裝上嘅。哦，你呢個裝上韓飛哦，我講頂呱呱啊。呢首歌啊，他個彈嘅都低哈，懂耐彈，但是冇好唱。結果老師有問題吧？難唱嘅冇哎。他是實力派的偶像歌手哈。他可能是彈了一首，在10年前寫嘅，啊，但是呢，呢首歌網友發表嘅，哈，來。用10年嚟網發表啊。7本6本橘子雞唱。哦，哎呦吼，首唱徐子淇帶來嘅再次纏綿，也俾個掌聲分享。梦啊梦啊梦啊，梦从我。
上天。看啊看啊看看啊，满天星，星星来我后边。梦啊梦啊梦啊，天线，又通开花又一年。梦啊梦啊梦啊梦中我，梦中再次缠绵，缠绵，缠绵，缠绵。看啊看啊看看啊，满天星，星星来我后边。梦啊梦啊梦啊，看天线，又通开花又一年。梦啊梦啊梦啊梦中我，梦中再次缠绵，缠绵，缠绵，缠女安神子生，老板大家的掌声，各位总管、各位贵宾、各位现场的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家有感觉嘛？有只按叫营养真好哈。哎，老师，人家人逢喜事精神爽哦，Q 年结婚了，祝早生贵子。咱用会讲呢，我带到地方嘿，很多美丽的大兰，大兰大兰树上嘛该，睡过睡够，冲一条是不这一斗，是，嘿呀，了解现在了解又是我们的葡萄嘿台里耶，嗯，哇，这个能不吃吗？可以吗？不行，重点。冲哦，所以呢，就是幸福，对，幸福，幸福，好幸福。讲到俩哈，就讲安东年的哈，本个后生的一批的哈，慢慢的传承你个文化性，将你这个节目哈用变化用形成嘿，啊，真嘅他带来个也无按简单唱了哈。嘿啊，在我冲之前，嗯，听到这个饶舌嘻哈，我走到安阳就跳起来了，也不错。那自己头他从这个再次缠绵，虽然呢有一点点悲伤，但是呢这个情感浓厚的感觉真嘅，啊，天好浪不太漫干哦哟。你相信对人哈，也唔会陌生的，因为你唱过安多歌的哈，安讲咧表演嘅连续剧啊哈。嘿，哎泰嘎送礼拜都走比较有印象就是演戏啦，嘿那，种松松细礼拜了。说台湾，哎呀，错错错，其实呢，在这个14岁的时候，刚好遇到我的恩师哇林展毅老师，林老师他帮好我带到这个客家。嗯那时候呢，我只会2首客家歌，2首客家歌，我就可以比赛嘞。同山沟台湾技术哈，还有对啦，请谁不敢讲？讲到啦，不爱讲哈，你做缘分啦哈。嘿真嘅我相信青岛的同行了就哈，也會了解講，老師，你當年哪一個開始教學生嘅哈？你出來，今日會本大家當驚喜嘅啊！等下節目當中，我等下當講哈，好，來差點講出來了。本大家會很驚喜的。啊，好，嘿好來，跟接下來嘛，嘿，老師下一個 Q 從好，嗯，也唔是發表過嘅哈。好，對明年他個嚟談一下也嚟山頂嘅曲風。对对对，民族融合，这嘛，然后泰嘎就会一家人呢哈，山地风味的歌曲，闽烟松本泰嘎。
Q 天不能收所有的好朋友啦哈，希望太极咖啡家己，谢谢安谢谢子生，安子生、徐子晴、安子生。那个唱歌的也好，心情要好，嘿，心情好落去啊，从一较台上，感情较好，身体会健康。有氧有氧，张老师看唔出哈，已经几多岁？你的年龄係條牌後生時時講嘅嚇，嗯，有等以後冇問題，但是我唔驚哦，嘿，我為文化先，我堅持42年，我今年71。看唔出，答數哈，71哈，看起來69點點的。唔係69，17歲。哦，17歲哈。嗯，推廣研究，推廣研究哈，42年，從冇家講，嘿，佢有乜感想冇？兩年哈，佢有真實投入落去嘅，我相信在場嘅哈，有千多對了文化先了就哈，當要承認。像安尼嘅局長哈，沒有你嘅細路哈，客家話試驗嘛會，會錄嘛會，我唱一條歌冇。我是講對參與了的哈，來苗栗縣政府了就從縣長開始有個概念，哈，推動老嘅文化局哈，觀光局啊，共同嘅強勢過後，用本人帶動，我一步一腳嘅呢，肯定係呢個局長，從好多人唔會講客家話，連談都唔會談嘅哈，到底下動會動流了。做唔得頭頭馬記。所以呢，研究40年呢，你知道有乜嘅成就，睇下老大家分享嘅冇？成就就係一樣啦，係留下當多東西啦，啊，就講留下不管係音樂也好，唱歌嘅也好哈，還有學生嘅，哈，留下嚟俾大家哈，呢啲嘅文化先冇忘記，有呀，用觀念去來帶通。同時呢，你看演唱會拍嚟聽5年嘅錯冇，所以呢，我做唔到資料片，老嘅嘛有啊，後生嘅嘛有啊。節目做老中青啦哈，基本上呢，到後輩唔會看到青島講一年，就係冇同樣嘅呈現。有呀，所以呢，冇同樣嘅曲風，錯冇哈。人講呢，劇情一個劇情。啊，完全都冇同樣。你嚟看，基本哈後輩係青島當有名嘅先生哈。所以啊，你做唔得講太多。好嚟，你介紹哈，你嚟看你講，我以前呢，我以前從泰劇開始咗啦。細看寡戲啊，你講寡戲嘛啊，你看乜啊？泰戲。泰戲，收東西哈。介紹嘅係車啟貴先生哈，佢也教青島嘅學生嘅。有呀。對於溝通咧嗬，佢一得到青島獎，基本要帶來係佢真心去頭腦去想出來嘅，讓萬人啊來帶通一目共樣嘅。係。黃麥啊嚟，我睇下車啟貴先生。你哋嘅早上。眾將官，向前帶路。望見來，真係條件來，
天都早比过啊，水发参天来。哦。望见来，啊叫慶祝出來，強命嘅看到啊，擺腳啊！又上天来，本王唐宪宗恰国旗是也，昨年水兵啊，大都一个平乱啊！使得太唐一统江山，后头有两位将军，然后封面条，也为按照墙面条，嘿，好看嘛？自从啊一统江山以后呢，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尤其啊，我嘅贵妃啊，大家就知唐宪宗，头位係乜人啊？嘿，楊貴妃，但是我唐憲宗恰國旗事業，嘿，冇同樣，我偷到一隻很多貴妃啊，也貴妃嗬，看到國泰民安。風調雨順啊，幸福，哎，所以呢，說到疲累，一下就正式封養了貴妃，啊，今日閒暇無事啊，有聽說哎呀苗栗縣啊，現作徐有床，哎，群鎮愛民，哎，你依作10萬大兵服務人群。所以啊，聽講都一樣沒有別，有一個表演，聽講係唱山歌啊。但是剛才唱嘅大家聽一什麼？聽一首，也歌詞我講本大家聽。牛馬唔見，車裏頭前，天多早比高，水花參天啊！牛馬唔見，啊叫很作聲。請問大家，阿叫怎樣辦險？嘿，佢按照規章談一說，前面嘅看到，前面嘅看到冇？看唔到，哎，擺腳嘅腳上天，擺腳嘅腳幾多年冇？腳唔到，咩腳咗？擺腳嘅腳幾多年冇？嘿，我腳上坐到前面前，哎。出來全部人唔識嗌，我可以坐到嚟騎下樹嚟看好冇？誒，哦，也向我冇好，好，誒，既然也決，人講決泰民安啊，就我來召見我也嘅貴妃同大家來見面，等下呢，上個秋季啊，出啲順勢苗栗嘅呢，也嘅風情，看樣板，風景將冇嗬。佢全識到睇馬橋，冇講嚟講啊，皇上咩我背馬嚟嚇。好嚟，將軍，哦，同係選貴妃今天皇上要
来到奉上有你，哦，令，擘解皇上要你，样样有之。哎，客家话讲真来，皇上要你，样样有之。奉上有令，样样有之。现，贵妃觐见。来了。油汤奉见很一上，胸前满一番，参见奉上。贵妃免礼呀、不敌奉上，很爱拥抱贵事。我同大家讲，七月天公作良炮，海外热到一声老老老。哈，乜该老老老啊，？贵妃来，请你到面前，好坐一前，后背全湿贴嘞。喺拜后，局长，喺度10月咧，等来攀啦，作到是菜油啦嘢啦。贵妃啊，系老二讲，我要坦讲啊，人家没有啲嘢啦，喺咧风俗善良嘅地方，嘿，所以要上来下乡去巡视，顺便来召见演作，也係較睇哦。演作邊啊係嗌皇帝哦，好，嘿，我嚟召見演作，留人哋演作總統級，留人哋曲作，哦，好，來看嚟下鄉巡視一下。但是呢，根本日就嚟猜錯，坐到面前，我唔知樣辦，但我基本後面要發覺到一個問題啊！乜该問題呢？來邀請，來打鬧嘅，按客家話講打臨車，麻煩你出來下，來裝上鼓勵下來。貴妃，嘿，人嚟講嘅身材強樣強樣，有槍嘿，請問你一道眼神，小學6年身材老你差唔多，冇安尼不大不切，哎，乜该身材差唔多。沒不得不切，讓我按度好啊！大家都咁樣都有看，給梁范波老師談天之橋，亦都會唱三國志嘅，給畢業嘅聲音當太橋嘅，就係佢。按到陳千儀來裝上鼓勵下，我發覺到樣板呢，假我一出場一看到，哇！我貴妃那度嘅有條姜一集啦，啊，好得唔咩啦嚇。唔咩啦，唔咩，坦講見人盲叫，
嘿，经验蛮强啦。哦，蛮挨咩唔会强诶，护士就安床诶，一样会强。好来，枪匪迁移。哦，贵妃言归正传，来通讲，既然人下乡巡视啊，我哋就叫人哋演作、演作，然后曲作哦。好。来到呀，就去唱山歌，路途又开远，人就慢慢的演唱，欣赏诶美丽的风景，好冇？好。好啊，好，来将军，哦，等下。将军，冇本钱系嘛？冇拿到，冇拿到，等下等来请林在义老师的，好吧？好。亚乡的墙面调，亚乡的封面调，好，来，众将官，哦，向前带耶路。开始哦。好啊。系按我当我行啊，记住啊一走，出事啊一走，记走啊走，来来行啊长，前妹啊来南游，哎呀来龙井山咯，记阿哥们那妹，记床子就安南行啦。又带点天，亲嘛亲伴走我你的梦，哎呀来心肝妹，用吧。啊低点落，给面拿来面装叫我一地梦。有样么？我再请他整的喂。给猪啊三走，出事啊西走，给走啊走，爱来石头，给娘妹呀给石木头。哎呀，来吃狗骨啦！给吃蘑菇，爱来满那妹，给头子就安难死啦。金彩蝶配，亲嘛亲伴走我一的梦。哎呀，来心肝妹，用吧。给马彩点落，给死啊来死作头我一的梦。来让将军，将军换哦，换啦换啦，换边啦。嘿，猪啊唔走，出事啊六走，嘿走啊走，爱来开水，爱前妹啊来南游。哎呀来龙井山咯，给阿哥们那妹，给水子就安难开啦。红口包铁，开呀开班走我一的梦。哎呀，来心肝妹，用吧。给本地拿来，给河啊来河天头我一的梦。给本地安用吧拿来开水。本地开水唔得，将一只塞头就我头重枪咧。给有样么？给猪啊切走。出事啊八走，给走啊走，爱来起火，爱前妹啊来南游。哎呀对龙井山咯，阿哥们那妹，给
错啦。秋子10嘿，喜呀喜伴着我一起梦。哎呀来心肝妹，用吧，一个白来，嘿喜呀来喜，我头我一匹毛。哎呀，讲你谈你什么？唉，要办？张某穷安静呐。哎，唔敢买我房地讲你安在。cái屁股白踢，嗯。cái áp bì à, ôi xoay mà cái nó. 哎呀，贵妃也认唔是少，也全係我出裝教我嘅。佢講下，阿哥也陳皮，當哥善良皮，嘅皮歸皮啊，哈，較人嘅人權就唔會驚。cái 有可能嘿。各位鄉親，有可能嘛？看，也我出裝會搞嘅事，全部都講有嘅，啊，有樣嘛？按講二啲嘛？啱啲嘅，啱啲嘅。啲係嘛？好，咁你就繼續談定啦。哦。quý vị tháng tên rồi. Ồ á. Cái chú à kêu rêu. Chú sư à sơ rêu. Cái rêu à rêu ngày lối đều phan. Hơi chìm môi à lối nam dèo. Ai à lời gom kinh săn nó. À có muốn nà bôi. Cái phan tử chú an nàn đều nà. Phan đều thon thè. Hey. Lêu à lêu phan rêu ngon nhị tí mò. Ai yo lời xăm pha môi. Chú mà má nhị mà nó. môi. Nà cái lời chiết xuân tạc. Hồn theo vóc theo lời phong xê tạc. Cái tạc có nhiệt hông lời lêu giáo thế. Hàn y xuân chú sáng sư lêu nà. Ai không còn gì mà? Phong so. Nhau bạn. Hồn theo là vóc theo. Ừ. Ít khổng anh này tặng. Ê. Cái anh bù ya ở nhông bản chủ nó. Ồ, ya mô相干. Em mèo đi nhỉ, anh都客家爽，千好客。你去到那，你作定下神神父，大家就要請食飯。cái dụ dàng mà, con thấy cả tôi ăn này xêu ấy nè. 其社會意思講，愛放天唔貴妃唔請食做唔得。希望我同講，去到廟裏請我出裝。來，條款你向前徛下數好嘛？誒，安邊問事呀，本請做得冇？唔看，係嘛？所以當當聽，那要馬上講咯，要樣嘛？咩？唔咳咁掉甜筒好嘛？我看見就係我，我撈到唔中風嘅。誒，做起啊唔怕，同佢誒到社會來啊冇相干，但是誒我同大家講，你唔必要係拿到全國的幹橋咯，全國的幹橋咯嚇，鬧嘢打擂台，沿途中幹橋嚇。好，啱啱講過，來到有條款，按到向前，看家騎樹按到嚇，再冇呢種現狀全部低啊，去到嘅度看到房地來，夾夾佢咪車。但是我就講咩？前夜天公作龍袍，我嗌嘢到一聲老。好誒，跟唔是按呢經過。冇，我看哦，差唔多了，天時也不早，人夾夾來就見現狀老二狀好嘛？好來，眾將官，大妥飛夫啊！
想到陛下这么会唱歌哈，还会唱歌诶，皇帝还会唱歌诶，唱楚州歌啊。嘿啊，有啊有哈，好強嘅態度哦，我唔係唱。哦安有哈，仲一隻唱多10隻啊！哦，聽講咧啊，嘿嘿嘿，啊，有樣但是。咧身體冇清好。陛下來咧吼，通講海邊外個行較貴吼，你海吼，大家看一下，當貴吼。嘛，解好解精致好強千度啊！但是坦白講，為咗一擺租約出去，你看，好哇！一雙鞋買得4-5千元，閃亮亮。也當模誒買得5-6千元，也衫褲買得1個元，誒，張拜託局長多補助解釋咧。局長有點頭，有點頭啊！有點頭哈，有點頭，誒，還有佢要拍到。檢頭就冇問題，冇問題但是冇讀到院長老院長，希望我多解釋。哦，嘿。要不然呢，讓我主持被清辛苦。哦，安子生還是有，感俺也謝哈。都一身老哦，好，老我老晚哈，上一晚上服哈。哎，太難來了哈。好，安子生，局長，陛下都開口了哈。今年咧會唔會係安排簽到嘅有哈？你唔會講按到哈？你下我嚟介紹一下，就係泰森組合。嘿，熱舞社哦，唔過呢，哎除了高中生哦，佢還有小朋友，哎呀細學生誒哈，像人家的強樣啊，和很多小朋友一樣，佢哋都呢從細練到大，就係變到見兵嘅，所以呢，大家熱烈嘅掌聲來分享佢哋的。好，來下一位歌曲《熱港舞曲》。熱烈嘅掌聲。月光光，小菜郎，七百馬個蓮塘。我係小菜郎，大家聽你嗌來，到眺望嘅背上，就會出發咯。打開松鼠背托天當秋窮孫悟空，超多兩腳要開兩望，簽了打在鼓。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Go！ 我心跳飛飛啊！月光光小菜郎，七百馬個蓮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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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係小菜郎，大家聽你嗌來，到眺望嘅背上就會出發咯。打開松鼠背托天當秋窮孫悟空，超多兩腳要開兩望，簽了打在鼓。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Go！ 我心跳飛飛啊！月光光小菜郎，七百馬個蓮塘。月光光小菜郎，七百馬個蓮塘。
秀才郎，去拍马可怜堂。好来，这帮泰省塔城高中哈，嘿还有对小上细诶，细，有样，迄些好上诶唔会查吼，其他就呢向下来跳诶迄客家嘅舞曲吼，非常嘅感动哦，真嘅跳诶真好。所以呢，安尼个哈鼓励，不管是跳舞诶那个团体啦，对哈，尽量主流歌曲关于好路诶哈，也客家歌咩当好听诶，所以今日安尼安排因呢个节目哈，除了安尼个客家较熟悉诶，因为有当到真有名诶，你看了就大部分平常看唔到诶哈，电视上看得到诶就，都在了节目当中呈现舞台噶。有样，所以呢，老师辛苦了哈，您辛苦了。给接下来呢，另一位呢神秘嘉宾孙某哈。在咧介绍以前哈，我都老大家讲诶哈哈，因为安尼哈，按用年纪诶哈，大家要注意身体，真嘅要注意身体，像我前几日诶哈，饮唔多吼哈，不是马该死，老太家讲下。老人家吼，咧就轻度一样诶，莫要跌倒呢，一跌倒哈。叫做当然啊，像听到伊也有经验啦。嘿，做迄保密防跌哦，做我们的跌倒。他讲很重要啲咯。其实咧一下连啦。好。前几日咧吼，就会有人昂度哈。因讲吼，跌到团体啦，骨头迄团体啦吼，叫做一下都唔舒服诶啦。你昂到咧内上来吼，都痛，跳起都会痛。有呀。但是呢，无法度长期啦。像你讲法做要了嘅，所以呢，接下来带通后生诶。有呀，起眼冇。马上。要咩按来带通啊？好。等下你吼，你个老后句诶吼，搭救起诶阮难睇啦。唔对，我接嘛该张好啊。接一只小鲜肉本慢慢的后背去拼上啊。谢谢老师。本鱼带通啊，哈，所以接下来呢，我哋介绍你条后生嘅哈，当到培养后生嘅哈，本期舞台。冇舞台呢，其实冇爱用喺舞台嚟继续延伸了就哈经验。所以接下来哈，我留了主持的棒子哈，交本赵德武来。热烈嘅掌声，欢迎现场嘅观众朋友，大家好。传说中的小鲜肉，嘿嘛。其实啦，唔系小鲜肉啦，因为啦，天公爷像24咧。天公爷当24哈，硬迄较3万条嘅硬可能讲会出啦。哇，这真见吼，24哦。天公爷生日，嘿面先打扫一下哦，祝福你生日快乐。什么太假？好，像咧接下来吼，本一嚟后生嘅戏，哈，下一摆一條讀到戲嘅節目，一係樣板，樣板去 promote 下一段嘅節目，樣板嚟介紹，我中間樣嘅反應，見臨床經驗，讓到重要，交本佢向晒哈，是不是？謝謝老師。其實咧，先生行嘅案件吼，因為下一位非常嘅重要。做乜解嚟講咧？因為下一位嘅國術哦。國術。高手。对，真嘅係國術，因為啊係老師30年，33年嘅學生誒。係9位33年都在吉導社出道，你就冇你就唔知咧哦。冇。係啊。都陳威老師。係哦，因為先生有講啦，係頭擺嘅時間真嘅冇乜嘅舞台，故所佢從老先生學習過後啦，就去做幕後嘅工作，去剪接啦，那些啦。唔過呢下因為真嘅非常感謝你嘅苗栗縣政府咧，還有文化觀光局嘅局長，真嘅非常嘅好，本你非常好嘅舞台，再次本你文化觀光局局長掌聲好嗎？謝謝。感謝局長，每一段都要 Q 一下，從陛下開始啊。接下來就會有請兩位國術了，陳威老師帶來嘅游子欣，掌聲歡迎。現場的長官，觀眾朋友，現場嘅鄉親朋友，大家好。
爱彩票台嘅時節去看到先生哦，真經有林在明先生嘅用大家講錯冇？錯。哎呀，真嘅。哇，唔管係唱歌嘅用嘅吼，還有聲音吼，還有技巧。嘿，有樣。剛剛老師媽講呢，有自信哈，那首歌曲呢，你未必都會唱那首歌曲，所以條條去闖蕩了30年，這樣子來，都在詮釋得更好哈。因為講20年啦，因為20年冇唱過誒，所以根本就獻唱獻出了獻出。啊，邊度係你猜成為米邊呢？20年冇出來哈。非常嘅叫。有樣。沙下落咧，先生談講係要好聽嘅歌曲，愛伴大家。係錯。聽哪一首？剛好合是，怎樣講？較抒情的歌曲，較思念的歌曲。你較帶來一首較輕快啲啲嘅歌曲。哦，你較冇空腰。嘿，會跳舞冇？唔會跳舞。錯。都係搖擺一下。都係搖擺一下。錯，還有鋼琴一啲嘅歌曲。好，感謝你嘅掌聲來分享。點起鼓點，走心房，謝謝。打手心有益身心健康哦。嘿，同意了。耶。孤孤單單看星光。漫漫长夜难天高，咿咿呀呀不是我，咿咿呀呀不是我。
点屁股能做启动，谢谢。偶像。哇，什么，哈哈。再次神梦，俺嘅大师兄啦！哎，大师兄哎，哈，错，老林展仪老师好像也33年哈，嘿你都还没出生，天公一张一 CC 哈，一直强调。哎呦，给接下来呢，表演的那一位也是德舞的恩师，错，好小鸡哦，哎，好小鸡一下哦，哎，真的哦，你猜后同佢講嗌，等下會打嗌哦，哎，鼓手嗌要好好嘅介紹一下。愛的教育，好，唱歌。哎，因為呢位哦，真嘅非常嘅隆重要介紹一下，哎，呢位係立秋下先生，哎，談到立秋下先生，嘿，先答數一下好冇？哎，國寶級的，哎，錯，唔過佢係講不要一直講國寶，也不要一直講天后，因為天天等候。哎，做唔得安樣講。果然是學生哈，第個用嘅小幾張聰明哈。係啊，哎，因為啊，秋下先生喺頭擺嘅時節，嗌表演嘅時節，佢有講嗌通做。哦，可以係，哎，那個就有通做嘅表演嘅時節哦，就嘛該表演嘅通做啊。哎，像嗌頭下在創國嘅時節，有一些嘅通做，就係老幾好時嘅啊。真見係一講哈。哎，唔過大家不信的話啦，我哋等一下來看一下。哎，立秋下先生嘅通做係樣板。哎，再過來想一下，哎，嗌頭擺。哎，表演嘅時節，通常係乜解？哎，就第六。有唱，係啊，看回播。係啊，哎，鼓手咧，大家係做地乜解？哎，客家天使團、鬧眼大禮團，哎，做地看到立秋下先生做裁判，哎，做評審先生。哎，所以呢，給兩下呢，雙手做加分安尼咯，熱烈嘅掌聲來分享。立秋下先生。走吧。你们小事太大了。來喲！來呀！來去市場買菜喲！耶！來去喲！來去！哎呦！哎，給看到暗道。花红要香满
哎呦，这阿姐来买菜啦！你家种爱了有机蔬菜，无假的啦。无有机蔬菜嘿啦啦。嘿啦，啊，有咱讲假的啦，嘿。最近的日子就较长，对哦吧？哦，嘿啦。目前我买菜啊。哎呦，嘿啦，目前嗯唔怕，观众朋友这片当中，嘿，来看一下那片有钱老板。啊，咱讲今日暗时看到按多的观众没来到，啊，看扎都快有钱呢。卡内摩机上有钱人呢。哎呦，哎，那个看哪去？哎呦。哎仔，你俩都是哦，有钱。你看啊，有钱人你讲啊，都钱是哪里出来哦？心脏面子啦，他有三庄之法讲里面的。难怪贵妇。哦，贵妇啊。贵妇。哦，当然了。有钱呢。那我来找贵人好了。啊，咱讲哦，今日吼钱流出是无好赚的哦啊。哎呀，咱讲。哦，阿弟，有价无完啊。嘿，按先生就低嘿啦。啊，真的看好，方便嘛。你看下，哎，这家中啊，当好。哎，那时候你看到那做得红当当的酱的西妹，你唔见咱未来唔做嚟吃我，介绍我啊。哦，我是新客家广播电台快乐过人生节目的主持人王彦荣。哦，係主持人，唔係主持人啊，我主持人啊。哎，再掌聲鼓勵！哎，新客家廣播電台做，你係高興啊哈？嘿。你可能冇馬個腔浪誒，誒，你當做客家天使台，腦一打對鼻水出來，啊喏客家成語，誒，你好容易，唔個客家歌咩稱為裝，你撈一個羅山歌嚟。係東口嘅客家文化。哦，唔懂啊。係學創神歌。哦，唔懂下創神歌。好喎。你啲不都最好上嘅，係個。做得咯。沒，你要一下子綁上綁落按講咯，啊，除咗以前細隻嘅，你一吃幾塊肉絲第一門神咧嚇。誒。你冇講法啦。東西，該幾哪裡咯？係多菜開田。菜開田啊！唔看啊，嗰樣時喏，一打入去，我哋做評審嘅時，人細隻出嚟，我你阿媽我按講咧咯，哎，真係威！點解你做天數啊？然後咧一個。阿姨嗰度天數，做得冇？做得嚇，當強。你當強，你起練對啦咪？哎呦，今日做乜按獎啊？鞋又冇空裝，褲又冇空裝，衫又按獎。哎，你按到吹，客家吹，總修風老師。我記得吼，你除了要採北里嘅採會嘛，你嘅過年嘅時間吼，其實本來紅包地嗰度吼有採會，親戚佢這個北嘅咯，以前行都忙學。係啊，我看過嗰當某位當中係二百本來嘛。哦，了解，哎，了解。哎，嗰啲呀，哎，真的。總修風老師哈，也係車佢老師，第一門是，唔過咩要從外學啊，嚇，要從外學，同你冇交錢嘅啦，冇種人兩個。從外學你用堂歌呢啦，你坐按臨時講，在於老師你要為親睇一個舞台表演哈，我呢，唐伯虎點秋香，秋香係冇？哎，真好，今晚唱嘅猜總統呢？唔講，做總統。猜總統呢？朝陽昨晚連續報名嘅呀，講喺度看啊，看帥哥美女那個，點解記得交錢 ？OK 好，錢數都了嘅，你係要咩？你客家新橋咯，好容易咯，我都連年都是，從了夫啊，嗰條係同你哋這個製作嘅呀，是很強哦，冇當當然講叫唱啊，要唱嘛。有啊，半天哦。你個還能講啊？老師他講啦。你講反我食材。你還有給弟媳婦，你們兩人是妯娌是吧？兩季壽。兩季壽。兩位母女肉絲。
母语老师，大家好，当要教母语，教到青岛的小朋友讲客家母语。所以你按政府替你咧推行咧客家母语，我讲客家话，讲客家话，然后家属空浪咩要做三副，唔看，搿就同你一家做的啦。听听啊，唔看，搿条三副同条路用技术买，唔得穿几多钱讲啊？啊，讲唔得啦，你还得会水曲过来啊！那种个可爱的小世界啊，谁长？谁长？哎，因为好多年哦，但是空浪，佢咧陈建居，人哋客家城咧，记出来嘿嘛，第一摆吼，东岸都有台咖啡，就很有气质哈。你可以把我带点当多钱的哈。LV 呢 ？LV 啊。系啊。今日你是本地外用啊，做点嘛？做点。做点哈。牛家不是饭。啊。哎，你看啊。含好。加咁好加好。系啊。哎呀，你也真系咩啲啊？出去旅行吼，天迄吹剑都不解释。甲韩国亲杀，我天气冲嘅猫西样诶，但是佢做些除了30分嘅机械，培养一个新得意嘅门神，也是我们林展义老师的得意门神。有数各位，自家介绍一下。啊，你阿孙啊，吼，迄黄雨桐，啊，佢迄老早都有啊，就出专辑啦，哈。迄林展义先生写的词曲，啊，这水里情长，水里情长。跟你讲水里情长，三分水里情长，今日水里冇带来。市场当中啊。哎，佢带了不认识，那个喊他唱太假，那个水里情长专门啊。没啦。做你，水里搭几个买水里。个买啊。嘿啦。你要是拖拉裤也没有，要不还新白腿拖拉裤。而且拢唔讲哦，今日大班都安定一下，那个样板哦，你用拖拉裤送过来就好啦。冇问题啦。冇问题哦，冇问题哦。唔正我讲的哦。OK， 好，你阿咪讲咯。所以你让我紧夹出来讲来说。哎仔。係。秋霞老師，哎，我蛮讲方言，我紧唱哦。他看女大18变了，差点忘记了。大家有看冇？两位好老的科批啊！是啊，嘅客家嘅邮局，客家陈人也嘅主管係嘛？在邮局上班啊，哈，嘅主管，隔壁临时过名。我这么久没看到您，差点忘记了。差点忘记，该是重点忘记。说您是女大18变。我都在编辑录了，你大18变 ，OK。64岁了，哦，64岁，快要老人痴呆症。 OK 好，啊，你看这个老师啊，那个噔，肌肉男呢？肌肉男，睇下吼，迄位佢，仔。難得根本佢來了，但係唱落一下嘛。唱落，做。係啊，我買菜。買菜啊？哦，我這個種啊。你個種一下，要麻煩介紹一下。你珍珠菜。哦，珍珠菜。哦，煮菜。珍珠菜。番薯葉吧。係啊，番薯葉啊。你係輸落去當好哦。OK，好啦，有上無上係你聽老唔飽熟。飽我熟。飽你熟，飽你瘋。哦，你好。還有你哦，太六妹啊！啊，太六妹啊！大陸面，好食。還有你哦，你菜頭。菜頭，針掉。哦，還有你哦，鹹菜哦。鹹菜啊，仔，你同我說你咩親友形象啊？好 ，OK， 好。還有你啊，你乜嘅？茄子，細我唔可以講茄子啦。雕菜啦，雕菜，我咪放好啦，鹹菜，鹹菜，你講空心菜，好啦，那葱咩？你葱嘅，你要凍4年哦，醬唔看了，要凍多年嘅，食材凍年拍唔係啊，要多啲，鹹油啊，你看到？我攏講，你冇買多唔得咯，你我攏講哦，你幾嘛？椒筍一鋪位，椒筍一鋪位，攞出嚟嚇。係啊，我講你啊，你啊幾多人當歸？唔係幾多？幾多人當歸？來買幾多？到時愛吃看看呢。看有起毛，來。來，先拿我拿嘞，先拿嘞。出國哦。
来来来来。歌曲演来你好看呢？也无钱无钱，我唔要考虑，无钱无钱做唔得。无钱做唔得咯。做唔得，做唔得。啊，慢了，含油。好，请起好。好嘞，起嘞，多得唱歌了。你还多少做得好。哦，你一早做大嘛？你根本就嘛幾碼子咧做出嚟，做唔得。做唔得咯。做唔得。啊，我看吼。你揾素材咧，你嚟整呢度嚟。嚟唱歌。我來林老師嘅林先生嘅答案買啊好。OK， 好嚟。你嚟唱下兩班你嚟接佢啦。哎仔。哎慢哦。好了。太當愛太大氣，氣要盡擔當那花的氣，東安太平的苗啊苗，東風西哦。歌曲呢哦，有样哈，山歌的组曲非常的闹棒哈，最近的结论就带来了哈。懂老嘢咯，你看到馬上去買。哎呀，沙哈雷嘅節目非常嘅精彩哦，而且係京劇嘅故事，也是安尼客家嘅打磨，啊，一個很有畫面感，唔會話做戲嘅一味哈，差異味先生。佢唔單係故事，咩係畫家，
同时呢还有演偶像剧呢，还有音乐剧哦，有样，非常的有才华，老天不公平。哎呀，总得讲啊，总得，哎，二话不多说，我们就赶快邀请老师来唱那首歌曲《天爱冲歌秋冲歌》。大家好，这首歌呢是我们客家山歌平板改成摇滚，希望你们喜欢。熊太嘎。天爱了冲那过那，秋冲那过了。刚才那首歌呢，是我们客家的平板改成有点 disco， 有点 rock， 那出自我的新专辑里面的这张新专辑叫做《天空又落水》，然后就是山歌在唱的意思啥了呢？哪个一条歌曲呢？也是我们客家山歌用摇滚的方式来重新改编，叫做摇滚山歌子。它的歌词呢很简单，就是有一个姑娘呢长得非常漂亮。当他走过你身边的时候呢，好像云飘过月亮一样，非常轻飘、非常柔美的感觉。那我们庄里面呢，没有人比她漂亮，她赛过汉朝的王昭君。接下来带来这首摇滚山歌子，谢谢。Yeah! Look at that! Whoa! Yeah! 最难。
们大家。哇哇哇！什么欣赏？谢谢谢也谢谢。谢大成高中哈，谢谢可爱的小朋友。对呀，非常一定影响哦。哇，这么摇滚哈，老师新专辑。对对，昨天呢，因为国中同学会，然后喝了一点酒，刚好烟酒嗓来唱这个 rock， 很有沧桑感，中啊。他们讲咧欣赏了哈，创个平板还有山歌子，撒下来迄创落山歌黑冇？某某，接下来带来一首这个自己的创作。哦，创作。按到六票人生梦。哦。六票是乜个意思呢？我们客家讲那个六，四县是讲六票。六票，好像就是用漂泊玩世不恭的意思。哦。那这首歌是29岁的时候写的。29岁就有漂泊玩世不恭的感觉，一直20多年之后才重新正式录音。哦。那时候你知道吗？台湾的男生大概退伍回来大概2-3年呐，大概工作一事无成，就是也没有钱呐，也没有女朋友啦。那时候我唱片公司也倒了，就觉得想起《小巴掌》这首歌，你知道吗？《小巴掌》的歌词你知道？自比自叹歹命人，爸母对我真疼痛，予我读书几落冬，出我头路无半项。有人爱叫你哈，真有爱叫啊！就是突然想到，就是爸爸妈妈养我那么大，养到大学毕业，然后做客家音乐，你知道20多年前呐，那时候没有客委会，唱片公司都说客家歌很好听，可是我不太敢出，就觉得很辛苦。没未来啊，没有未来。对，然后现在真的很幸福，现在好多的年轻的客家的歌手都很出色。还有爱欣赏的曲种哈，你懂支持。哦，局长好，局长好，不错。每一代都要 Q 一下。是，哎呦，对不起，局长，太暗了，两在空洞椅。这首歌呢，就是说，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这样子，好好珍惜光阴，这样子。所以昨天就喝对了哈，隔壁俩冲俩树，都有个 feel。都有个 feel， 还有个意思啦。干你就。连太过呢，就是特别是疫情之下呢，大家要更珍惜身边的人，珍惜我们身边所爱的亲朋好友们，珍惜我们相处的时光。待会我唱的时候呢，后面有播那个这首歌的 MV，就是说在疫情之下呢，大家都非常努力的继续要活着。然后你知道现在你有那种。好，希望一切无恙。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谢谢大家。台湾加油！好，今日你就来弹歌曲了，热烈掌声欢迎。六票人生梦，谢谢。连头歌，书本台这个六票人生梦。上3歲流光，馬沙木質含金頭，風塵流浪歷經滄桑，當初面容茫是夢，小空後山夢，何經破萬重，飄過空，南洋歸離鄉。大波，南洋藏的我，六票千帆风霜。
困晓三本，好心破万重，永不过。人人为理想，朋友向天主难把握。呀，张的我，流飘千帆风霜。唱我手伸出来吗？看到了我，再次来。接下来呢，所以谈到哇，刚刚林采怡老师有讲到哈，就是老中青，然后呢又有莫腔的曲风，然后接下来呢，哇塞，首先莫腔样，因为我老大家介绍一下哦，基本上呢，我感谢Hellboy 嘅大乐队钟祥新老师团长，先尖叫偶像。哦，还有呢，最强嘅舞蹈团，是我们的同心舞蹈坊。哦，身材好又会跳哈，脸蛋家，系啊，啲同埋嘅。最后还有一位哦，非常嘅厉害，嘿，基本上，茱莉亚传播媒体，我们的庄丽华总监，整个团队，真嘅感谢。哦，撒下来我哋有请莫腔样嘅人哦。嘿，佢呢，嘿，安尼美丽嘅字体，同时呢，哦。俩创诶，老公诶，腔样好堂。哦，是你的学弟哈。是我的学弟，不管嘿建工国小还是建台中学，有冇？有冇？你在场还记得哦？我大数了哈！哇，今天是同学会杰出校友会哈。杰出校友。俩一位呢，刚才有问到哈，一位希望带本大家请快乐嘅感觉呢，改名诶，做到鸦皮。鸦皮。先收给那位型男。帅哥好，年龄中上中上中阳，鸦皮你好，大家好，我是鸦皮。你好。按后上同时呢，最客家话讲的按好的吗？冇啦。好，跟老太家讲到，因为是新人哈，先跟一下自家还有粉丝专业，好冇？大家好，我是鸦皮。如果喜欢我的音乐的话，可以去搜寻 YAPPY 就可以找到 YAPPY。鸦皮。鸦皮粉丝专业，搜寻 YAPPY 鸦皮。跟今天带来的歌曲，老太家讲一下，看到那发型哈，就对哇不一样的曲风。今天我表演的歌曲就是我们苗栗的一些传统文化，像放龙啊、崩龙啊、过年的时候崩龙啊，然后。还有像是中华豆腐，就是讲我们亚洲中华的文化，也可以比跟国外比起来可以更棒，可以为自己的民族感到骄傲这件事情的。哇，讲嘅安尼曲中哈，木直嘴流下来，这么感人哦。真劲哦。嘿，所以大家曲下来听，来松树家本爱热情的掌声，再加尖叫声，众少分享鸦皮。跟上跳那幕，跟起来好生做法跳舞。你快给跳谁鬼迷上，你笑容的功夫 Action Squad。
酒杯，俺上爱好爱听，记得有你병子跑，就爱夹夹生气。看你心急如焚，吃不了汤豆腐，麻婆豆腐讲的每一句都太辣，因为喝了58的5金门干粮。旁边的情人被我上，想被包养，他的梦想黄皮肤的男朋友可以玩很久，跟我交往的前提要学会拿筷子，每天上床的前戏用碗公碗骰子。吹牛吹牛，当我有酒就没有了追求，拜托不要追究，来个下酒菜让饥饿都飞走。中华豆腐配上皮蛋，黑白相间，像是喷打。乡下来的只喝淡出汽水，不可分的。宿醉要吃阿兰，记得炒面，记得加辣。假死来都没有你，大概说个假话。金色跳那么给起来，好色怎把跳舞？如果给条色鬼迷上你心。Asian Star 酒杯，俺上爱好爱听，记得有年병子跑，就爱夹夹生气。金色跳那么给起来，好色怎把跳舞？如果给条色鬼迷上你笑容的功夫。Asian Star 酒杯，俺上爱好爱听，记得有年병子跑，就爱夹夹生气。大家好，我是 Yappy from Multiverse。接下来下一首歌，我要带大家回到苗栗过年的街道。OK，Let's go， 蹦亮，耶！也在也梦，也在也梦。画龙点睛 ，Open your world， 用身来都凝结，准备来消灾解厄。88万给自炮准备往他的头上射，风暴爱保进太保。66大顺，街头乡里烟雾弥漫，手底下泥土顺，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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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蹦蹦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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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蹦蹦蹦了。踩在满地鞭炮的马路上，像是在走红毯，走向国际化，废话没有你滚出来，就没得人管。大吉大利，大约大利，好运会旺旺来。莫肯等啊，卡卡去腾龙米那庙，感动满了。报道紧紧，手脚频频，听到火柴弹够。现在这年份的二手烟雾传奇，就像做高楼。阿哥阿哥，自拍三兄向阮拉，左等左等，也在夜梦跳街，欢喜就好，欢喜就好。新年快乐，欢喜就好，恭喜发财，欢喜就好。画龙点睛 ，Open your world， 用身来都凝结，准备来消灾解厄。88万给自炮准备，他的头上射，风暴爱保进太保，66大顺，街头乡里烟雾弥漫，手底下泥土顺，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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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蹦蹦蹦了。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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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蹦蹦蹦了。鞭炮塞满了半条路，整个街道都是弹药库。如果妹妹你会怕，放心，哥哥来保护你。你是龙珠，我是龙，跟着地皮，动是动。腾云驾雾在人海中，算不算是人中之龙？报告发莫眼嘎，他败于保留出胸大。路边个阿爸说要叫警察，谁故意转莫卡？滚滚做学大，本做学大，本做学大。就像一只后的鸟会打就打唔见，无人见啦，欢喜就好。过年咩，欢喜就好。来走一比啦，欢喜就好。画龙点睛 ，Open your world， 用身来都凝结，准备来消灾解厄。88万给自炮准备往他的头上射，风暴爱保进太保，66大顺。街头乡里烟雾弥漫，手底下泥土顺，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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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蹦蹦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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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蹦蹦蹦了。今天能来到这里表演，真的很开心。感谢主办单位的邀请，感谢我家乡苗栗县政府客家委员会。苗栗县文化观光局，感谢。接下来我要送给大家一首歌，这首歌叫做《赛歌》。我来自苗栗，我要为苗栗争光。那一个赛歌就是要飞到世界各地去发光。OK，Let's go。耶。
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速度快得像 F1赛车，台湾啤酒当成饮料在喝，怎么帅？帅哥，帅哥帅哥帅哥，速度快得像 F1赛车，台湾啤酒当成饮料在喝，怎么帅？帅哥，帅哥。无敌，跑来救，先混当够，不要太啰嗦。站着茅坑不怕死，比赛开始你还在穿袜子。朝着我的路前进，我进海头路，比你还投入。冲天炮的声音提醒着我，不要被社会化，一丢正运动有术。看到纷纷我在哪里？我怎么出现在电视里？我不想要再骗自己，但是一切来得太快，太限制自己。蓝色水玲珑，玫瑰同林叶，爱情白皮书，谁来陪我演？翻滚吧，阿兵再跟一下，当个自律的帅哥，像是彭于晏。帅哥，速度快得像 F1赛车，台湾啤酒当成饮料在喝，怎么帅？帅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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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快得像 F1赛车，台湾啤酒当成饮料在喝，怎么帅？帅哥。帅哥，帅的小飞给我左边的，他换了一个吻，我说你可以走了。我是来比赛的哥哥，不是个子，太多贪婪的欲望逼着自己克制。有说过没怕过，经历过大起大落，哪落回头必有缘，有多回我必须拿得过。早被我看破，你们装的太假了，3只黄鼠狼打不过1只超级赛亚哥。谢谢大家，我是亚皮 ，Wrong Multiverse。非常嘅厲害哦！哇，真勁嗬，睇間呢彈到停停搖擺嗬，唱唔用嗬，其實非常嘅有法力嗬，heel聲型真嘅。有樣，今日接下嚟呢，我哋有唱到林戰一先生。同時呢，還有呢個小鮮肉哈，就是趙德武你本人哈，共下嚟唱歌咧，來有請老師。林戰一老師，林戰一先生，好。又再次出来了。哎，分享。哎，看到安度大家哈，都歌曲咧就一时表演多两下啦哈。那个时间也听讲都白定来哈。哎，带来的是迄网友发表过的，也最近写的。大家好有耳福哦，哈，偏偏青岛网发表的哈。全部都网发表的，在疫情当中哈，就讲青岛啦哈，有限的就写到的。哎迄。在某一个当中哈，是给咱嘛都去唱卡拉 OK 唱歌的，你拢要等，咱就约好的。结果其实我因唱唔会说啦，都个行上行，都等到我这都都马起来就上起来两条歌的。哈，今日呢参加歌曲比赛哈，我想来唱德舞啊，也新歌的呢，然后向下唱，大家来弹一下。好啦，一些舞蹈团向下来，那大家谢谢，人生就像一盘棋，好，人生一盘棋。
了无停歇的心，路路走走，七七擦擦，破破碰碰，多喜多尊，一旁错把彼个人生，舒舒洋洋。你跳过它，又闯又跳，人生畅快。你走马街，你看马街，莫想我见看看人生。嘿，一旁一夜，你冲过海，你跳过它，又闯又跳，人生畅快。老师，看唔出有运动的嘛，跳起来是非常有发力哈。真欣赏非常嘅有法力係啊，安定一下，你黑後生嘅現場，你老人家係哦，闖喺安尼哦，起劍劍了，雙機撥頭下機啊！呢個小技巧藝術哈。唔講啦，先生雖然講佢係71歲哦，唔講啊，人老心不老，大家講錯冇啊？講到人老心不老，就係求人家，有寫一首歌俾楊妹妹人對唱嘅呀。人老心不老。通到案件。係啦，每日講咧嚇，講人生啊，就一直讀啊，像千多同學咧就嚇，我感覺，就還有特別介紹啊，我猜了很多年前咧嚇，也今日他個聽一下，陳偉帶來嘅歌曲啊，好聽嘛？好聽。嘅20年前寫嘅歌喎，就講佢漂亮老闆有自信，很多年後來帶進啦，有感覺陳偉唱腔，不管哪方面，全部人係差唔多。係啊，無貼喺講相襯嘛，知道係人嚟哦。佢係台灣名嘅。多換皮，台灣名陳偉哈是喺講嘅也是很難得的人才，所以那個後輩哈，因為有啲位哈答唔到嘅，唱唔得多，一數做得。過後哈，我就想在28年前寫一首歌嘅，很多吸煙前開風衣，有吸煙又有開風，有吸煙有開風，像陳偉。我哋都對帶通的歌曲，那時候他的年代我寫的歌曲，來，他可是彈啊，然後楊妹妹帶來《吸煙前開風衣》，熱烈掌聲歡迎！謝謝。
谢。什么太嘎？安子谁？什么？哇，郎才女貌。我先退下，三太助退下。谢谢老师，安子 C， 大师兄，大师兄，对，我的大师兄。在哪里呢？其实哦，还有一三人，我介绍一下哦。哦，哪一名？局长旁边我们都忽略了一位，我们的科长，潘科长，潘科长你好，科长，热烈掌声。在这什么？那个潘科长，我们从头听到尾哦。系啊，等下当腔下手来唱啊。系啊，还有压轴。有样，跟另一首歌曲啊，吼，马黑林展毅老师的唱同时呢，非常的强快。还一首歌曲。嘿，跟另一首歌曲呢。哎呦，等一下来看一下，有后援会是不是？有后援会啊，不能忽略啊！来，我们的妹妹家族，尖叫一下，妹妹家族说：“妹妹老师，我爱你！”1、2、3。安子生，谢谢大家，安子生，好感动哦！谢谢妹妹杨妹妹嘛，还林展毅老师哦，那边来唱好，有妹妹18岁。嘿啊！都两下吼，还得按后上，因为两个按得好吼，都妹妹。继续来弹两首好弹的歌曲。热烈掌声！乐贤，安子生。出来耶，跟撞到按酱用啊，冇俾人穿两下用。哎呦，甜甜吃好，甜甜吃。你有没有发觉杨妹妹最近的营养很好？哎，老师莫按药。对。很幸福，因为老公养得好啊，好幸福。哦，给老公照顾都好啦。哎呀，好羡慕哦。
谢谢。哎，最后咧，咱本台教带来艺术好听嘅歌曲，咩係赞誉欣赏嘅歌曲，很多美丽山水好风光。那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局长、科长、副上去啊，上来，好，已经我有，嘿，啲同事团队啦，青岛诶，歌手哈，大家叫下来，很多团队的大家都大家非常的哈，今日嘅節目咧啊，有樣哈，大家叫下來，哇，安詳嘅舞曲哈，係拿啲銅把出嚟，下個嘅搖銅把。哎，叫下來唱兩首歌曲，嘿美麗山水好風光。局長嘅講兩句就勉強嘅翻，局長開啦，局長嘅客家話安裝，安子生什麼太假？謝謝局長啊，謝謝。局長安子生啦，哎呦，局長全嘴在這個什麼人哈，有什麼在意老師按辛苦哦，哎，廚房那種嘅節目冇按簡單的哈。啊，有什麼安尼的美麗的科長，給我們大家的都按到鄉親，來支持人的客家文化嘞。我們現在給我們局長、在意老師還有我們科長掌聲鼓勵。安子生，謝謝安子生，謝謝。我們明年見啦！明年見，謝謝。什麼鄉親來支持安子生客家文化？
照相的吼，夹照相。翕相的买来哦。要照相的赶快照相。照相哎。不是安子谁？那我们也谢谢我们后场的老师钟长青老师，还有我们美丽的和声。啊，谢谢你们，安子谁？谢谢你，安子谁。